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进行了大规模的任意逮捕，数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在集中营中。维吾尔族退休医生古利先阿巴斯也是中共集中营政策的受害者之一。在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中，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兹巴穆拉提要求中国当局披露古利先阿巴斯的情况。他们在公开信中说，他们的母亲是医生，没有犯罪记录，他精通中国法律法规。他们要求中国政府证明其母亲的生死。他们还呼吁国际社会和国际人权组织帮助其母亲尽早获得自由。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的镇压和同化行动中，许多代表维吾尔穆斯林文化的清真寺和墓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拆除。乌鲁木齐水磨沟区民政局和乌鲁木齐水磨沟区房屋征收和补偿办公室于5月22日发布紧急拆文公告称，现在对水磨河两岸土地项目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公告要求坟主务必前往登记，并于2020年6月10日前迁移完毕。逾期未登记迁移者将按无主坟进行处理。最近有报道指出，东突厥散和田市的一座历史墓园被中国当局改造成停车场。本周全球多地都在纪念天安门事件31周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在推特上发文批评中国政府与香港政府禁止人民举办纪念晚会。他在推文中写道：30年来首次，香港政府禁止民间团体举办天安门纪念晚会。香港政府延长限聚令到6次，警方禁止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6次烛光晚会。香港连续30年的大规模纪念6次活动，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转推蓬佩奥推文并写道：我们督促香港当局允许人民和平悼念中国共产党的受害者。据中国媒体报道，曾经与医生李文亮一起在武汉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胡卫峰上周五已死亡。胡卫峰医生生前是武汉中心医院泌尿科副主任。胡卫峰1月下旬确诊感染武汉肺炎，2月初病情恶化转入加护病房，之后病情好转。他在感染武汉病毒后，和他的同事心外科副主任医生伊凡一样，因肺部受损致使全脸变黑，是故有黑脸医生之称。中国媒体登出他们的照片后，他们的病情广受关注。据说胡卫峰医生在上周五去世，但中国国家电视台昨天才宣布了他们的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邀请俄罗斯出席今年稍后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带来的问题比答案多，他们将寻求华盛顿方面做出澄清。他表示，普京总统支持在所有领域展开对话，但具体到当下，俄方要求回应提议，需获取更多信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未掌握此类信息，我们尚不清楚美方建议的细节，不知它是否属于官方提议。他强调，作为对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出席G7峰会的邀请，此处存在的问题更多，究竟以何身份参加，日程安排如何，与会者组成等。